7年，几次提亲为不得应啊，10年了讨不到苦痛的嫩长究竟，想想有点不甘心。烧好的，我刚要去上鸳鸯湾，一只火锅全都来爆破在啦。我可劝爆破在嘛，再劝一只。谁是没家子做？二院教官自家去干。哎，原是谁没出家子做哦？家是做个做。阿公哎，我要一只多相思来多相做，帮子弄来帮子弄。名堂就叫鸳鸯尊，亲自毛做媒落做世上哪有鸳鸯尊？阿公啊，到鸳鸯湾我烧不起来个。哟，大嫂变得聪明到这。哎呀，阿公哎，我搿先上山做好嘞。哎，我冲冲看，阿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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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哟，倒是刚刚一声，这是外样三样东西呢？阿公哎，归日当地三亚当地，点得来了水光里，弄两只手指当着肩，把侬阿公好扛东啊西。最近来了小精灵，嘟嘟起来好看哪里？我这样东西做人，阿公啊，侬把我当过是不错啊亲。哎呦，这两个倒是亏心不是那么点着的。阿公啊，这四样东西非自家做的啦。侬告诉我，你是到究竟姑娘到去忙得来个？我忙得来呀！侬看见啊，侬看见啊，侬到看见侬了呢。哎，我是去忙得来个，搿侬自家做。让侬个面孔，让侬面孔，让侬个面孔，好的，我俩利用黑心啊你，虽然不进都在法令，要做事体侬推我身，要赚便宜侬抢我身，自家不会做么就去转后门，从今后不要动我，再不亲我，老实相信官要两算独大啊妹。生意了，侬这老狗，弄得我爬出来！只听外面闹吵吵，为啥骂我10年了？10年了，到我生10年了，哪个生快乐？你战胜我这黄毛毛，侬陪我黄毛倒罢了，实不陪我黄毛，不会放过了10年呀！这条侬这黄毛毛，侬不该骂我10年了。这条侬毛毛没啥个大不了，陪侬一只团船毛，我这不是团船毛，泥船毛也不是泥船毛，单层毛不是单层毛，那么双层毛也不是双层毛。鬼狐毛不是鬼狐毛了，难道未变金丝啊毛？亲
得对么吹得妙，一定发错是金丝我个这金丝猫，你里为的干净了么？牙到为的土元宝，徽州朝奉去公包，通天万公3000雕，3000条铜锭我分马掉，还是我这毛好，侬今朝不赔我铜锭3000雕。哎呀呀呀呀！我卷卷铺盖到哪里来过啊？哎呀，三八了，弄快点出来，弄快点出来！哎呀，三八掉，我要找弄快点！哎呦，弄好在不在？那个鸡瓜掉个毛去站，他现在上门要问我要3000条铜锭，弄起发音去哦！我不是我真是个啦！真的？那张叔到俺屋里向来哭动，三叔个毛吐气可含笑，张叔哪个也会头站出来，我啦是帮一起逛掉个啦。真的不是侬带我，赶侬进去。耶，搿30个毛到帮助我个头忙在，那这老狗爬进去不爬出来的呀？30个。来，陪我妈妈，好个，不陪我妈妈，我不肯吃过。好个，回来，30伯，我真噶倒有桩事体要同侬商量动在。哎呦，像侬刚刚说你爹妈妈有事体等我来商量。事情是嘎嘎的，我想讨九斤姑娘。要是伊肯做我的三房媳妇，我就不侬10两银子。项目买包了我的身上10两银子，当我再加侬个5两，搿场项目起码么30两，30两就30两，多来等动，东头复杂，西头总要杀过的嘞。像陈二老搿种介个人，媳妇要有动地，落得一个啊。30伯，我先拨侬10里。那到时辰之内，照书奉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只要我擦啦两把刀帮侬讨到九斤大牢。只要讨到九斤牢，3步田地苦饱了，奇瓜雕前面向木讨，10年牢后面去做事只要同的人子多么来你不上为国那不追不到一追许多。哎呀天啊地呀，弄个海家娘在张天宝小伢子来，侬看见过哦？我搿只毛毛啦，不是3块老战士个，是个海家人家个张可东战士个。我又没讲过张天宝战士个咯。侬自家讲，侬是哪段叽叽喳喳啥人啊？站在我身张天宝，你站上我这金丝拉毛，我这金丝毛，一夜夜为3声毛，清早起来白毛毛热，比黄毛毛，夜到晚黑毛，跟年里为得干净哟，夜到为得土元宝，徽州朝奉去过包，冬天外过3000条。
侬今朝不为我动的三千条，院里高府里高，院官衙门我常抱抱，院官太太我想好，跟你多亲亲我一个，我的侬落对虎气朗朗叫，一根两条金上套，拖到公堂把屁股靠，一只推侬手干了，说到了头上出青草，说得侬屁股烂骨掉，拖老动那个杀气刀，有得动啊的侬啊不明白。我说他是这头子毛，哈里外边尽是毛。我是手里做土皮哑巴，成功多年苦冬啦。手上我里苦冬加上刚早晚，我连我阿囡平平凑凑都卖掉，动量不是3000吊啊！侬今朝了赔不出动的3000吊，我都弄到府台衙门去开呀！叫你儿子，都把我下来！呀，坐，三师伯，坐。生意的王啊，三师伯，我真是不晓得了，我可是毛啦，把个张口洞3个2个月都来摘上来呀！哎呦，三师伯，辣外面难看我，哦，里向去讲。哎呀，张师傅啊，侬真是手里向不长眼睛，侬好摘不摘那个奇瓜雕的毛去摘动，奇瓜雕的人侬弄得可以啊！我啦是真心真意哟，只要侬拿那个阿囡派给我做第3房媳妇，奇瓜雕个3000吊铜钿，没我来头。我阿囡个事体要问我阿囡自家喽。那，侬真是个呆子糊涂，我七窍不通了啊！那像12点王个种个人家嘛，侬当着金丝灯笼，个做不到个呀啊！侬发答应啊？好，发答应没办法了，吃光是吃。阿囡三师伯啊，侬拉外调到哪里去啊？吃光是吃。外调办啥吧？问阿爹是干。阿爹，做啥？阿囡，我老一只毛怪身，被晓得嘞，要叫我赔3000吊铜钿啊！我赔不出，拉我吃官司去。搿只奇怪调到里的，干嘛12天我来做啥呢？哦，伊讲3000的铜钿问伊来同，就是要侬拨伊拉做第3房媳妇。奇怪调上门做刚康，12天王来做何事嘛？一彩条件有一条，就是要讨我究竟嘛，其中一定有蹊跷，各上项目只好。阿囡，侬哪里来不哥哥？阿爹，伊是骂不过谁为了，打不过谁为逃，弄得破衣反不好，侬快我来教训搿只奇怪雕。究竟姑娘，那第二个事情我已经同三师傅讲好动在哦。三师傅，侬先回去好在。3000吊铜钿没我来头，大哥，侬哪个？好个，妈，12天王，这样想就弄个好意嘞。不客气。手机跟我，好个，手机跟我，好个。三师伯啊，俺们见面一说年要见面个，这样子大吵大闹嘛，像啥个样子啦？人家里来讲，真理嘛只有一条。往里嘛也17、8条，三师伯啊，俺们有理讲理，来说来讲。哎呦，到底是究竟姑娘了，讲起个闲话是有道有理，所以啊，三要是讨厌做媳妇啦，真是前世修来个好福气啦啊！三师伯啊，是不是俺爹把我个毛头来杀掉了？哎呀，是个呀，
我是几年的新秀啦，养这个只新官毛毛、宝贝毛毛，把那阿爹是个2个月到头来栽死了呀！三师傅啊，毛毛嘛总要背侬个，跟侬讲啊个东西也要弄弄清爽。那我讲过那啥东西啦？那以你那女婿来入客，侬没啥背吃，到俺屋里来客气的王妈有不有呀？哎呦，雨哥，哦哟，一斤多俺重呀！侬3000条里向看好嘞，看不完个。各位一只对，对来都还不侬。各位一根秤。哦，一根短根秤呀！哦哟，不好用在啦，鲜花都看不出来在。那自家当东啊，自家50斤哦一敲，搿100斤还是个一敲，关掉嘞。各位一把好枪嘞，一把破枪啊！哦哟，给你一个碗汤的喏，伊喏自家哆咯咯咯咯，哆咯咯咯，哆咯咯咯，哆咯咯。我碗掉吃掉在啊！各位一棍兵嘞，兵我烧火烧掉了呀！烧火烧掉？哎，烧掉了！哎呀，三师傅啊，这样东西我是不要紧的，这棍兵我是一定要玩。跟我玩侬只新的好嘞。跟侬玩过3个字的呢？3字，不是3字，但是不是但是，招亲不是招亲字。那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难道未必数不掉？谁道真谁道，一时不错是数不掉。侬3句，侬7句，数不掉。侬哪里来啊？侬哪里来的？我个诸位齐上，条条担子向我跑，送石车再到一场上，从月亮婆婆吉祥好，送来一根数不掉，东厂西上上，不老上了和墙边啊。刚好一部好枪，谁曾帮？好枪突来没一机关，以我亲自逼我盘。好枪突来没一机操，以我萝卜为边用。好枪突来没一机对。一碗青丝比碗酒，好枪突来一记枪，枪子关对你也是样。呼哈将来起来不响，早起早早都早，王若你却不尊长，给我如此吹两样，如果与那寒菜光啊，家有没千张，好枪突来吵一吵，一场也是7分了，7分啦了。多做真多做，我辛苦自家掏。啊，就算能够收不掉啊，吃不来我这金丝猫。我不好枪市场上，会在长风起虎豹，铜钿万古6000条，6000条铜钿我分马掉，陪侬一扎金丝帽，铜钿4千3000条。侬陪我个数步你吹掉，6000条铜钿是分好少，3000条铜钿吐来找，凡事尽心到罢了。侬3000条铜钿发来找，我带侬到中家祠堂去跑一跑，前面所交代一度到，起草书章查公章不高，我要侬那中年年纪来回答，我在告发侬这你的脑，头子毛硬说是金丝毛，官场门来做钢靠，什
大家辛苦忙，关嘴弄着鸡瓜雕，弄得好，一里盐缸8万套，夜里时速在破庙，东乱西北4次飘，不能到土路，弄得4岁5人啊了。不得了，今朝帮着做好了，现在看在比我好，这场项目不好哼，叫上30部鸡瓜雕，弄着毛毛我知道，先成一股姜老老，一只黄毛毛，一股上午2只毛，弄死里皮有大套，走了，你说黄毛毛，哈里为边境时髦，是哈里为边境时髦。叫这夸你像个乱毛，弄得我到地里说叫呀叫。不好叫个。家生姑娘究竟啦，我这不是金丝马，侬啊不是舍不得，大家都来呼啊呼呀。弄这不是金丝马，我更是真正的说不你吹掉。我眼睛不要脸嘎嘎，还我一张黄毛，天生不要脸对对，还我一张宽腿腿，上家不要脸等等，还我一根断钢撑，头皮不要脸早早，还我说不你吹呀。这光是侬要我靠么？侬想到来慢慢教。侬不要动工啊！不是，我是帮你哦。侬为究竟讨不到，侬叫我上门向我讨，侬想拉么拉不掉，还不与我去讨不？姑娘想来为人好，侬是不是鸟意这一道？叫上帝王啥年了，侬真为宽风使徒做好了。侬是有理有理称呼好，有道有理在我讲。自古到婚姻要良好，家也好，侬为啥鬼鬼祟祟傻胡腔？不讲是侬叫伊靠，么想我是侬上门好。今朝哪讲我不讲，我的那道总家是当去开呀叫真。心灵说要好，我不该上一个圈套做工啊靠。姑娘啊，侬好比拿着5句放上，是不是让我这一招？姑娘今朝把侬上，下趟也不要做刚康。这次教训不算小，下趟再不管做工啊靠。我还侬真办遇不到，下趟再讨就分啦娘。不靠在，不靠在，不靠在啊！侬害掉俺娘10年了，我个女头脑么从此不弄断松条，不出门头弄想到，二场人子我还是有。
我还想要问侬那位12对来，我喊上了人子分来找，总把事到弄起呀包。切！不弄，十二老个冬天我是难得有用的啦！说老子弄当动！哎呀，真是偷鸡不着蚀泡面啦！哎呀！烧好的，我刚要去上鸳鸯湾，一只火锅全都来爆破在啦。我可劝爆破在嘛，再劝一只。谁是没家子做？二院教官自家去干。哎，原是谁没出家子做哦？家是做个做。阿公哎，我要一只不相思来不相做，帮子弄来帮子老，帮边爱帮边帮，你能就叫鸳鸯做。亲自毛做媒了做，世上哪有鸳鸯做？阿公啊，到我鸳鸯湾，我烧不起来个。哟，家都变得聪明大嘴。哎呀，阿公哎，我可先上山做好嘞。哎，我冲冲看，阿生啊阿生，阿生啊阿生啊。哟，倒是刚刚一声，这是玩样这样东西呢？阿公哎，这条弄只黄毛毛，侬不该骂我10年呀了。这条侬毛毛没啥个大不了，被侬一只断船毛，我这不是断船毛，泥船毛也不是泥船毛，单层毛不是单层毛，那么双层毛也不是双层毛，鬼狐毛不是鬼狐毛了，难道会变金丝啊毛？吹得对么吹得妙，一点发错是金丝毛。我这只金丝毛，你里为的干净掉，我们亚到为的通元宝，徽州朝奉曲公包，通天万公3000雕，3000条铜锭我分毛掉，还是我这毛好，弄今朝不为我铜锭3000雕。哎呀呀呀呀！我卷卷铺盖到哪里来过啦！哎呀，太怕了，太怕了！弄卡点出来，弄卡点出来！哎呀，三大条，我
千条动物，弄起发语，弄起发语去哦。我不是我真是，我真是个啦。真的？哦，那张叔到俺屋里向来苦动，上次我毛毛吐气开玩笑，张叔哪个也回头站起来，我啦是帮你去逛逛掉个啦。真的不是侬带我，赶侬进去，赶侬进去。耶，搿30步个毛毛到帮助我个头忙仔，那这老狗爬进去不爬出来的呀？30步，来，陪我妈妈，好个，不陪我妈妈，我不肯吃过。好个。回来。30步，我真个倒有桩事体要同侬商量等在。哎呦，像侬这个12点往往有事体等我来商量。事情是假假的，我想讨九斤姑娘。要是伊肯做我的三房媳妇，我就拨侬10两银子。项目买包了我的身上10两银子，当我再加侬个5两。这场项目起码么30两，30两就30两，多来。动头复杂，西头总要杀过的嘞。像12老搿种那个人，媳妇要有动地，落得一个啊。30步，我先拨侬10里。那到时辰之内，照书奉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只要我擦啦2把刀帮侬讨到究竟大牢。只要讨到究竟牢，3步田地苦饱了，奇瓜雕前面橡木套，10年牢后面去做。归日当地3两当地，点得来了手光里，弄2只手指当着肩，把侬阿公好扛东啊西。最近来了小军里，肚肚起来好看哪里？我是样东西做人，阿公啊，侬把我当过是不错啊去。哎呦，搿2个倒是看心不出来我点着在。阿公啊，搿样东西非自家做的啦。侬告诉我，你是到究竟姑娘到去忙得来吗？我忙得来呀！我看见啊，我看见啊，我忙到看见侬了呢。哎，我是去忙得来的，更是个做啥让侬个面孔，侬面孔，侬面孔，侬面孔，好的。这两女用黑心啊女，虽然不敬独裁法令，要做事体侬推我身，要赚便宜侬抢我身，自家不会做么就去转后门，从今后不要动我，算不清么老实相信官僚两算不大门。神医郎，侬这老狗，弄得我爬出来！只听外面闹吵，为啥骂我10年牢？咱我生10年牢了，到了我生10年牢，哪个3块牢？你站上我这
王毛毛，侬陪我王毛倒罢了，实不陪我王毛，不会放过了神你呀，不是啊。这要懂的人知道我们来年菩萨为故啊！那，不追不到，一追许多。哎呀天啊，地呀，弄个海爹娘的张天宝啊！小伢子，小伢子，来，侬看见过哦？我搿只毛毛啦，不是3块老战士个，是个海爹娘个张可东战士个。我又没讲过张天宝战士个咯。侬自家讲，侬是那段叽叽喳喳啥人啊？站对我身张天宝，你站上我这金丝毛，我这金丝毛，一夜为我三声毛，清早起来白毛毛热，里黄毛毛，夜到晚为晚黑毛，跟日里为得干净哟，夜到为得土元宝，徽州朝凤去过包，冬天外过3000条，啊侬今朝不陪我冬天3000条，院里高府里高，月官爷我长包包，月官太太我想好，跟你多亲亲我都懂，落对虎气朗朗叫，一根链条金针头，拖到公堂把屁股靠，一只天龙手干了，说到了头上出青草，说得侬屁股烂骨掉，拖我动那个杀气刀，有得动啊的侬啊唔认包。我是头子这头子毛，哈里为变金丝毛，我是手里做土皮哑包，成功多年苦冬啦，就上我里苦冬加上刚早晚我连我阿囡平平脆脆都麻掉，冬天不是3000条啊！侬今朝了赔不出冬天3000条，我都弄到府内衙门去开啊！